打架了一样，嘿嘿嘿。早上5点10分，又到今天的起网时间啦。在海上的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不知不觉呢，这一趟已经出来有20多天了，还有10多天就可以回家喽。满满一大网包，看起来好像爆网了，只是里面有很多水草。哎呦，这一网又是一大包的水草，还有无数的小星星。海星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这边一大片的哦，这个形状的，有这样子的。还有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这边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这些呢都是海底里面的海星。这一个小小的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拟蝉虾，特别迷你，特别可爱。这有个小螃蟹也很可爱，你看。它的这玫红色的指甲油，这个是一个棉蟹，棉蟹呢号称螃蟹杀。